Hello，大家好，又嚟到花旗環球財富投資外匯短評嘅時間啦。我係陳樂瑤，今日係3月31號。上星期五，日本公布咗3月份東京核心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2.4%，高過市場預期嘅2.2%。而剔除新鮮食品價格嘅核心消費指數按年升2.2%，稍遜預期。主要係同政府重推能源補貼有關，但仍然高過日本央行嘅通脹目標。整體嚟講，自去年夏季美元對日元同埋其他日元交叉盤大跌之後，日元已進入由長期跌勢轉為長期升勢嘅過渡期。花旗分析員認為，聯儲局恢復減息會令美日息差再次大幅收窄，屆時美元、歐元或者瑞郎相對日元或者會進入另一個下跌週期，投資者可以適逢低位吸納日元151.30為美元對日元短線嘅阻力位，美元對日元跌至146嘅機會比較大。另外，澳元中線或者會跑贏其他商品貨幣。上星期二，澳洲公布嘅財政預算或者未有令澳洲央行感到意外，同時花旗分析員維持預期澳洲央行喺今年嘅5月同埋8月分別減息25個基點。特朗普對進口鋼鋁貨品徵收25%嘅關稅，但澳洲相關出口總值嘅絕對規模同埋佔 GDP 嘅比例極低。短線而言，預料美國關稅嘅風險會令市場波動性增加。策略上，預期澳元對美元喺今年上半年先行喺0.60至到0.64區間上落。中線而言，若市場充分預期關稅風險，環球製造業週期築底，中線澳元或者會跑贏美元。今集嘅外匯短評嚟到呢度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